2015年文憑試數學科卷2第38題。呢一條呢就俾咗一條三角學嘅等式，我哋要去計算 x 嘅數值有幾多個，即係話要計 x 有幾多個根。咁由於呢條數式呢有 cosine 同埋有 sin 喺一度，咁我哋咧就好難計算 x 嘅。我哋一定要將佢哋一係就全部都係 sin， 一係呢全部都係 cosine。咁由於我哋有公式呢，就係話 cosine 二次方嘅 x 呢就可以寫做1減 sin 二次嘅 x， 所以我哋就直接就將呢個 cosine 二次 x 轉咗做1減 sin 二次 x。咁樣做咗之後嘅話呢，我哋就會有成條式呢，只係得 sin x 喺度啦。咁我哋就可以方便我哋去運算啦。跟住我哋將全部嘅嘢調晒過嚟右手邊呢一邊。咁負 sin 二次 x 調咗過嚟就變咗 sin 二次 x， 負 sin x 調過嚟就變咗正 sin x。原本呢個正一喺呢度就照抄翻，跟住將左邊呢個一調過嚟呢一邊變咗做負一。咁正一減一咁就變咗冇咗啦嚇，咁所以咧呢條式咧就變咗做0等於 sin 二次 x 加 sin x。跟住我哋抽個 sin x 出嚟就變咗 sin x 加1。咁而家我哋就可以去計算究竟 x 會有幾多個根。咁由於 sin x 有可能等於0，或者係 sin x 加1等於0。如果 sin x 加1等於0嘅話，咁 sin x 就應該等於負1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幅圖嚇，sin x 嗰幅圖係咁樣嘅。sin x 等於負1，咁即係話 x 嘅根呢就會有呢一點。而 sin x 等於0呢，就會有呢一度一點啦，呢度一點啦。好啦，360呢度呢就係冇嘅，因為點解呢？由於題目話俾我哋聽 x 係大過或者等於0，細過360度，但係佢就冇話俾我哋聽係等於360度。所以當 x 等於0嘅話呢，咁360度呢一個位置呢就唔算係一個根，咁所以只係得3個根。